来关心新竹县的竹北市，咧起厝的建案，工地边仔的路面放弃的事件，已经经过个外月啊，是还未解决。社区唔能挂布条抗议，附近5个社区的民众嘛同齐站出来，因即马要求县府也未调查清楚进前，绝对袂使互即个建案开放施工。也若调查的工课即马也得去进行，昨昏台大也有中华大学的专家学者，就专工去即个工地地下室去看。 竹北市建案工地附近路边崩塌，原因要咧调查。住在附近社区总共70外个民众以及民意代表，做伙开记者会，要求县政府针对崩塌事件必须对外讲清楚。第一点，我要求姚科县长务必要承诺并保证社区的生命财产与安全。第二点，我要求姚科县长对于风雨造成邻近社区的民损必须完全赔偿并修复。 12早起，县府邀请台大、中华大学等等的专家学者来到建案工地地下室，针对建商所提出的抢修计划进行检查，也针对灾害发生的原因互相讨论、交换意见。那目前工地的情况是照着先前抢险计划的内容的工项在施作。那我们同时也在想进一步的了解在之前在停工半年的期间。 基地周围所打的 CCT 桩的一些检测的一些成效，我们想看一下。那另外我们也收集了刚刚拿到的这个当时的钻探报告的相关资料，还有一些设计的图说，想了解一下相关的设计的可能的一些问题。目前监察院已经针对崩塌事件立案调查，检方把分案展开侦办。另外，县府要求建商必须要负责所有检测鉴定的费用。 保障民众权益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